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而死。主啊，在你为我们留的宝血之下，我们在你面前不再是罪人，我们在彼此面前不再是分你和我，不再分高或低。主啊，因为我们同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彼此，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成为彼此真正的兄弟、真正的姐妹、真正的家人。我们成为那最帮助彼此生命的扶持，在你所赏赐的日子中喜乐。亲爱的阿爸父，愿你今天赐给我们力量，愿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世界上面对许多阶段、不同的阶段、不同的事物。主要愿你赐给我们从圣灵而来的智慧，好叫我们辨认我们现在所处的季节是在什么样的位置。好叫我们能够在世界的日子上，虽然有忙碌，但主我们不忘记，我们是属于你天国的子民，我们是有你这天国身份的孩子。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我要展现你放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名分，能够展现你的荣耀。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这2个礼拜呢，对我来说是有许多的新的事物发生的礼拜。比方说在这一周、这1、2周，就接连听到了一些丧礼的消息，非常的突如其来。那我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同工，还有执事，家中有婚礼。然后在我自己在提摩太牧区的时候，也看到了学生们开学的时候，那种脸就变成开学的样子，非常的比较阴沉，都让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好像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期。特别在这一周，又开始有很多的幸福小组的活动开始，当中有很多我们意料之外的新朋友来到，也有很多我们希望他来，但是却没有来到的朋友没有出现。所以我们的日子，在教会或是在生活中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明天很快就会变成昨天。不可知的未来一直来到我们的生命中，有的时候感觉好像自己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接受很多的改变，可是有的时候又觉得自己好像其实什么都措手不及。到底在这个时候的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时刻呢？我们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呢？在教会这个好像要推动幸福小组或是一个开学的时节，到底我们的脚步是站在哪里？我们的角色是什么？这是我一直在寻求的事情。所以今天要跟大家一同分享的罗马书，我在研读的时候也一直在思想的这件事情。当我在阅读罗马书的时候，我发现，在罗马的教会同样面对着这种未来的挑战和不安。那边的人好像也同时感觉到，有些事情在发生，在掌握之中，但有些事情其实让人措手不及。我们知道呢，保罗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但是当他写信给罗马书的时候，给罗马的时候，那请问他人在哪里？有人知道吗？刚有人知道，在哥林多嘛，对不对？他其实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还没有到过罗马，他在哥林多听闻了罗马城有一些基督徒的消息，所以他打算写信去给罗马那边的教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已经听闻，这个帝国的首都竟然已经有许多的人听闻了福音，在犹太教的会堂里面已经有犹太人基督徒，甚至已经有非常完善的这个聚会的组织，在这个帝国的首都里面。所以他在哥林多，他就已经预备着，哇，上帝的脚步已经先他一步，很快的到这个首要的地方在发展了。耶稣基督的信仰，在那个时候的世界，用超人想象的速度，已经在那个地方
传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建立教会的工作，那个速度让人快得难以想象。那个时候大概是西元40几年的罗马，就已经有许多人信了，而且甚至在罗马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在西元49年的时候，还曾经因为这些犹太人或犹太基督徒的这个势力呢，引发了一些骚乱，导致那个时候的皇帝把基督徒赶出罗马城，把犹太基督徒赶出罗马城，避免这个骚乱。那直到这位罗马皇帝死了之后，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就回来了嘛。但是回来之后呢，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回来之后发现，他们走了，教会没有消失因为外邦人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甚至他们在罗马城的聚会也越来越兴旺。哇，听起来很像不错啊！虽然被迫害，可是回来又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可是问题就出现了，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敬拜的方式，他们守的礼仪，他们习惯的仪节，完全跟犹太的基督徒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真是看彼此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这两群基督徒回到一起的时候，虽然看到圣灵的工作在迫害中没有停止，但是上帝的工作来得那么快，这两方的人马却不知如何一起敬拜，一起生活。而在这个时候，在哥林多地区的保罗，他已经听闻了罗马教会这样的状态。他看到圣灵已经在他前面这个首都的工作。他作为一个使徒，他就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尽我这个使徒的职分，来引导、来牧养这个罗马帝国这个首都的教会呢？他做了些什么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罗马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也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会，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用意想不到的方式发展，在影响着我们当中许多城市的生活。就好像我来南部经历到了很厉害的福气教会，他们就是在圣灵的工作下进来，非常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南部的各教会，甚至我们教会也是受他影响，并且推行他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场合。也好像富强教会，我们开始也在影响着这一个社区、这一地的人们一样。圣灵的工作非常快，但是当圣灵的工作这么快在运行的时候，它的转变这么快速的时候，这么多的人要开始更多的来进入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发展也带来了许多的冲突，就像罗马教会一样。那到底保罗看到这样的状态，他要怎么样牧养这些圣灵已经动工的教会呢？圣灵已经兴起的地方呢？使徒保罗会对这些地方说些什么话？我们如果曾经阅读过罗马书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罗马书是保罗书信里面他写的最仔细的，就是把他的一个教义的系统，他对耶稣基督、对罪，然后对律法的角色、对因信称义各样的理解，写的最精细、最完整的一本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当保罗他在想说前方圣灵已经为他兴起教会的时候，他接着要做的就是赶紧为这些教会预备好、预备清楚耶稣基督这个道理的真理，需要完整、清晰的向这一地的教会来解释，这样子才能够使圣灵在那个地方、那个草根那个地方的工作来兼顾，使教会不会因为单纯就是不断的增长，然后在不太重要的事情上争执而分裂而瓦解。所以保罗的工作是借着让人知道信仰的重点，还有条理来兼顾教会。所以当看到保罗他积极的在
在为这个他还没有去过的城市预备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这样子想要兼顾教会的时候，我相信我自己以前读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长老教会的历史。我那时候读到的历史是这样的：我们长老教会本土也曾经有过极大的复兴运动，是在泰雅族部落的教会。那个运动不是像我们现在可能从韩国这样引进，或是连续着美国一些五旬节运动而来的，而是在台湾的山间圣灵亲自在那里动工。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1972年，发源地是新竹县尖石乡地区的泰雅族部落开始。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影响了整个山区的所有的泰雅部落，甚至远到罗东，都受这股灵恩运动的影响。那个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原来在1972年那个时候，刚好台湾正面临产业转型嘛，然后我们知道偏乡地区人口开始外流，部落尤其是非常弱势的地区，那留下来的呢都是穷的，或是能力比较不好的，或是孩子，或是老人。在那个时候，部落里面可以看到许多凶酒，还有酗酒，还有吸毒、家庭暴力，然后妇女没有办法，男女都没有办法好好受教育的状况。所以在部落里面的生活事实上是非常的暗淡、痛苦。那在部落里面的教会也非常的辛苦。那个时候这个复兴是怎么开始的呢？原来那个时候有4位年轻的妇女，她们也没有念什么书，也不会看圣经，可是因为生活太痛苦了，平常回家就是会被醉醺醺的老公打。那部落有的时候听到谁在哭，就是家暴的声音。那他们就早上4个人4、5点起来，就聚在一起想要祷告，就把自己的苦情跟上帝诉说。结果有一次呢，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竟然圣灵就来到他们当中，然后他们忽然好像有被那个圣灵充满之后，就有一种属天的智慧来到他们中间。他们原本都是不学无术的妇女，非常的自卑，活在这样弱势的环境中。可是当他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忽然有这种急迫感，要回到他们的教会，开始宣讲上帝的话语，就讲圣经的话。不会看字的人，他们讲圣经的话，而且翻出来一字一句都是圣经里面的记载。他们讲圣经的话，跟教会讲说圣灵要来更新这个地方，甚至还指出那个时候有些牧者因为教会太软弱，还没有办法给出薪水，让牧师自己的灵命也很微弱。他鼓励牧师，甚至指出，教会的会友里面没有人知道的他们隐形的错误。宣告跟他们说，你们这些人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所以这样子的妇女界的这些人呢，他们的教会首先得到更新，得到更新之后呢，他们就出了一个宣教的队伍布道团，大概10人、20人，就开始在山间沿着部落这样子巡回到各教会，布达圣灵已经来到这地的消息，让那些就是非常疲迷的地方。听到了，内心就火热，很多人的罪证被指出来，因而在上帝面前悔改。酗酒的呢，他们因此有力量戒酒；吸毒的因此不再吸毒；在做非法买卖的，他们也停止了这样的工作。甚至有一段时期，他们因为经历被圣灵充满的感动，他们一整年都在聚会，都没有好好工作，没有好好的耕种。可是那一年，他们的食物却没有缺乏，靠着山间的供养，这是非常神奇的一个极大的复兴的经历。所以，这样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复兴，在泰雅族里面，为什么我们到现在好像没有听过太多有关这样的故事呢？当我继续看那些资料，就这样读下来。40几年过后，就是现在，那些曾经在部落中发生过的故事，现在在这些教会能够见到的影子已经很少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原来当圣灵
在人之前开始大大的工作的时候，赐给这个地方软弱的信徒诸多的恩赐才能的时候，信徒们因为对信仰认识不够，灵命不够成熟，圣经的根扎的不够稳，灵修生活没有办法持续，最后教会乱象丛生。很多原本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他们讲的话慢慢的分不清楚，到底是上帝的话，还是人的话，还是邪灵的话，讲的话越来越奇怪。甚至有医治恩赐的人，他开始用他的恩赐来敛财，而停止了在灵命上的造就。那个时候的教会没有智慧来分辨许多的奇闻异事，没有智慧来分辨这些预言是出于圣灵，还是出于人的自己的意念，而导致教会多方的争执。最后，许多的会友对圣灵的工作就开始冷淡，甚至害怕先知在说话，甚至害怕再有医治的事在他们当中，甚至害怕这些医治的背后会不会是诅咒。因而这一大波持续了大概也有5年、10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火热，渐渐的就没有人再记得，渐渐的就被历史淡忘。在读那份资料的最后，我看到曾经经历过那些圣灵复兴运动的老牧师这样子感叹的说：“圣灵来得太快，我们没有一个人预备好，我们没有一个人预备好在真理上好好要来预备打这场仗。”于是我们就这样错过了。事到如今40几年之后，泰雅族的年轻人，我自己在北部的学校有很多泰雅族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几个人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波在山间曾经大大运行的圣灵的风，如今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当初有30多间教会的复兴，现在大概只剩1、2间仍然有这个火热，保持了宣教的热情。所以各位，当我们看到保罗，他看到圣灵已经在罗马帝国首都建立他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多么迫切要把那个准确的真道，要赶快让这些人知道吗？他是多么迫切要让这些经历圣灵能力的人，能够在真理上站稳，而不单单是依靠恩赐或是感性或是那种大能力的事情，更是要有智慧以及持续的生命，要来分辨信仰中哪些事情是核心重要的事情需要坚持，而哪些东西是次要的事情，绝不可因次要的事情来使教会分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罗马书第15章第4到14节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罗马书这封信的尾声了，总共16章，现在是15章了。在前面保罗已经把整个基督教的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楚，他在后面的段落呢就开始进入到信徒你的生活要怎么样活出这番你信耶稣基督的道理。保罗在这里慎重地提醒教会，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重要，真正的保护教会继续在圣灵里面站立，而不会被分裂。如果我们简单的看这些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个段落的教导很明显，就是说，当圣灵开始在外邦人以及犹太人当中同时工作的时候，因着生活的饮食，因着洁净，因着礼仪的不同，当两方人马发生很大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很严重的在争辩着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圣洁的时候，保罗在这里说，15章第1节他说：“我们坚强的人应该分担不坚强的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然后在第4节经文，他讲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呢？因为在第4节经文他说，从前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要使我们借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来得着盼望。第5节，
但愿是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为使你们同心同声，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也就是说，当教会不断的在不同类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背景的人当中兴起的时候，保罗他给这些教会的教导是：你们需要忍耐，像耶稣一样的忍耐，像耶稣一样的谦卑，不求自己的好处。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我们不求自己的好处，反而要谦卑到照顾软弱的人，甚至要为他的好处来侍奉这个人。我相信，包含就像我自己在灵修生活里面的时候，也很容易体验到，当我的灵修生活稳定，我的信仰进步，我对圣经的理解常常有亮光，圣灵帮助我成长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最大的引诱就是骄傲。就是想要依靠圣灵的恩赐，圣灵那个时候所赐下的智慧，圣灵那个时候放在我生命里面的权柄，来指挥别人，来排斥别人，来控制别人。一个人会如此，那一间复兴的教会何尝不会如此？但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活出来的样式。就像我们接续在第7节后面说的，第7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荣耀给神。”第8节，我说基督是为神的真理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或是说做了受割礼人的仆人，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并使外邦人因着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在这里讲的就是，就像经文中提醒的，当神的工作开始在我们面前兴起他的教会，保罗对这些新兴的教会，他的提醒只有：在你们的恩赐里面，你们需要谦卑，谦卑再谦卑，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的来到他最软弱的子民当中，与他们一起生活，在对神的信心中，与最软弱的弟兄姐妹同在，成为跟他们一样软弱的人。虽然我们曾经是坚强的，但这么困难的事情，到底谁做得到呢？到底依靠着什么做得到呢？明明有能力，明明恩赐在身上，就需要谦卑自己，来担当软弱的人的痛苦。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有力量来达成呢？在经文的最后第13节，他这样说：“愿赐盼望的神，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如果被圣灵祝福的人，得到恩赐的人，如果持续的仰赖圣灵，得到正确的盼望，我们不把盼望建立在自己恩赐的能力上，而持续把盼望建立在因着信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身上的时候，或许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得到那样的力量，是愿意委身在软弱者当中。我们更多的愿意委身在软弱中，不断的被更新，并且得到喜乐与平安。所以，当我们一同生活的教会，仿佛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季节。因着圣灵的工作，开始有很多新的家人、新的弟兄姐妹要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把当初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提醒，也当成给我自己，或是给我们自己的提醒？在领受上帝恩惠还有极大恩赐的时候，不断的谦卑再谦卑。当我们开始感到有点坚强的时候，仍然坚持与软弱者同在。愿赏赐盼望的上帝，因你们的信，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神的盼望在我们的心中了吗？愿圣灵把这样的信深深的
放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的信不是信靠着自己的能力或恩赐，而紧紧抓住着那将要来的国度的荣耀，使我们把力量真的花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真的是非常的谢谢你，因为在我们当中的生活，主啊，孩子时常感受到诸多的恩典，你放在我们的身边。主啊，孩子在这边体会到，无论是从老到少，有许多愿意的人、乐意的人，在我们当中谦卑的想要成为你的器皿，谦卑的服侍你。主啊，所以主啊，感谢你，我们这边有那么多人是你的器皿，但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如同你一样，为你将来的国度预备更多的谦卑，为你将要来临的复兴预备更多的谦卑。因着在你的真理面前学习站稳，我们更知道如何放下自己。主要为你将来要兴起的教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知道哪些东西是合乎你心意的，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放弃的。主要帮助我们在那将来的日子，能够警醒自己，不因你所赏赐的恩典有任何的骄傲。主要愿你的圣灵时常帮助我们更敬畏你，也与敬畏你的人同在。主要因为这样神圣的渴望是你放在我们的心中的，这是我们一生的恳求，一生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